咁你成日上落樓梯個膝頭就痛嘅，行平路就冇事嘅，先唔好急住去醫院，唔使照嘢，更加唔使食藥。因為好多時你去檢查其實係浪費錢同時間。咁呢種情況呢，就好多人都有喎，起身行樓梯會痛嘅。咁但係平時行街又好正常嘅。咁你可能會問係咪關節出咗事？咁於是邊就去照磁共振啦，報告翻嚟呢，嚇親你呢，半月板2度損傷、軟骨磨損、少量積液、骨質增生，成張紙都係異常㗎。但係其實呢啲嘢呢，對中老年人嚟講呢，係正常老化現象。點解咁講？因為你年紀大咗，皮膚會生皺紋，關節一樣會老化、會增生、會磨損。呢啲磁共振報告喺我哋醫生眼中根本就係模板套話，而你真正嘅問題唔係關節壞嘅，係支撐膝頭嗰啲肌肉無力，特別係髕骨關節。如果周圍肌肉唔夠強，咁受力就會唔平均，一活動就痛。所以重點唔係去照嘅，而係要強化肌肉，令膝頭哥有足夠嘅保護。我推薦你做一個好簡單嘅動作，空中踩單車。呢個動作唔使去健身室，瞓落屋企張床就做得。點解咁有用呢？因為佢一次過練到6處嘅重要肌群啦，大髀前面嘅股四頭肌啊，後邊嘅盂承肌啊，小腿前後嘅脛前肌同腓腸肌啊，仲有臀大肌同埋核心肌群啦。直腿抬高只練到一組肌肉，但係空中踩單車係整條腿，成個行走系統都練到，而且佢仲可以加速膝關節血液循環，有積液就可以消腫，仲有消炎止痛效果。動作咧係要慢啦，要勻速，咁唔好太快太猛。一開始咧每日做20個咧就夠，之後咧係慢慢加量。咁呢個動作唔係即時見效嘅，要堅持半年到，你就會發覺膝頭骨冇咁痛，行路有力又穩陣好多。好嘅膝關節係你後半生活得自在嘅基礎。朝早咧起身前啦，或者夜晚佢角前啦，踩10幾20分鐘，膝頭會多謝你。